OK，Welcome back 的灭火器关键字，耶！为什么洋腔洋调嘞？对啊，因为延续上一集的 California， 我们这集要讨论的关键字是无名英雄。对啊，其实跟上一集的那个连接点还是就是很多连接是接近的啦。是在那我现在很慌，因为我故事那个你找不到你的访纲，对不对？谁可以传过来一下？这是干什么东西啊？看我们这样子录一整天，录到烂鸟5集了欸，受不了了，好累哦！快了，大家撑住，大家撑住，我们剩最后2集，我跟大家撑你说要敬业，来深呼吸。成为一个 podcaster 不是那么容易的。我们刚在那边洋腔洋调的，录6集吧。我们刚在那边洋腔洋调，我就想到我女儿。OK，那你们知道她最近就是热爱讲英文这件事吗？really？怎说？对，比如说她大概学会了几个皮毛的英文单字。like 比如说 what？ 说苹果的英文怎么说 ？Apple， 大象 ，elephant， OK， 猴子 ，monkey， 然后还有什么？爸爸 ，bus， 妈妈 ，Mars， 爷爷 ，Yak。Yak， 乱掰了。对他会掰一些后面加死跟科。OK， 所以对于他的英文，对，算是会融会贯通了。所以就是这个人也是蛮硬，就是说有机会国小考多艺了。他知道英文，他会回答正确的。然后他不知道他就掰，他有办法，反正融会贯通的延伸招就是加 S 或加 C， 什么什么 C 这样。但是我觉得。不知道是蠢还是聪明，应该是聪明吧。聪明吧，这种变通很屌而且可以把人逗得呵呵大笑。Genius， 天才。好啦，今天聊无名英雄，跟原本想到这个关键字，我会觉得说，那这样不是跟上一集重叠会很多？嘿，看一下访纲，其实不太一样，嘿。来啊，聊一下无名英雄专辑概念吧。来加工，来快买。我要讲哦，来大阵地工。我要串接。我其实已经讲过很多次。好，大家自己去找，直接跳第2题。简单讲，对，简单讲就是说，story short，OK。简单讲就是说，其实我们那个时候在做乐团就是这样嘛。你如果还要打算要继续运作下去，那它有一个周期。写歌，录音，发行，巡回，休息一下，写歌，录音，发行，巡回，休息一下，休息2下。那在我们的周期来说，从 Reborn 完巡回到中间，晋级下半场，只有2首新歌，再巡回 ，Song for You 跟长途夜车，再巡回，那18年就是休息啊，对吧？对，18年主要我们在做什么？18年主要没干嘛啊，因为17年赔太多钱了，谢谢。18年都在赚钱吧？18年都在赚钱。对，18年就是只做赚钱的事。是的，对。然后我跑去演舞台剧啊。是的，我去演绿光的《在和爸爸岛》啊。是的。然后多多刚出生啊。对。Yes，那个家伙刚出生啊。我花很多时间在家庭啊。教他英文啊。对，我没有教他英文，这绝对不是我教的，干。然后，所以其实，在18年的时候。大概就是要构思19年应该要筹备下一张专辑。好死不死18年底，台湾吹起了一阵寒流。OK，
然后整个呱呱整个政治娱乐化都太严重，我就觉得说，真的干他妈到底在干嘛？就是他个破呀你啦！明明这么容易可以分辨的嗯选择，然后可以把事情搞成这样。然后最近关掉的中天也是啊，无时无刻就是把新闻娱乐化，然后假新闻造神这些东西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些东西这么瞎的事情竟然还奏效，我顿时觉得合理的事情超怪，我顿时觉得超绝望，那个绝望到是觉得说，干完蛋了，因为小孩还那么小，就是原来在现阶段的社会，我们是如此边缘，传说中的我要怎么教小孩？对，就是原来发大财真的那么重要哦，真的那么重要，重要到我不能理解的状态，然后我就会觉得说，哦，干完蛋了，这个真的嗨，然后可是一方面又要写新专辑嘛，对，可是满脑子都是这些事，对，就觉得说，我常常睡觉前我会觉得说，干，你看哦，你看中天最近关台，他打了什么口号？挺言论自由，挺民主，郑南榕拿出来讲，你他妈的，我会觉得说，搞笑啊，不要把这些搞不清楚状况啊，前人的对啊努力用这么无知的方式去糟蹋，对，这真的是很糟蹋，然后我就一直维持着很不舒服的状态 ，yes，然后又刚好新专辑要开案，然后就有一股堵然，一股气，我就说 OK， 我现在真的跟你揪不起来，我也没什么话好讲，对，我的生活里面现在没有什么，我头脑里都在担心这些事，要不然我们来做一张专辑，是有一套书叫《百年追求》，对，来讲这近100年来，就是台湾这块土地，如何在追求的东西，在写民主跟自由的这些一些过程这样子，我就想要以这个为概念做这一张专辑，对，所以那时候就设定了说，好，那我们就因为前一年18年我们有写1945嘛，对，那我们就从1945来开场这样子，就呈现这个土地跟一些历史脉络的连结，然后可能透过不同的时代背景去做各种时代，对，那其实我觉得 Podcast 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讲这些东西，因为说真的，这张专辑在发行的时候，我有非常非常非常详细的写10首歌的创作背景。那我想说，我们可能公布这一集 Podcast 的时候，可以导流一下哈，导流一下，是的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今麦个讲，把 baby 我一张人下料好后，所以我大概把整个历史背景交代了一下，大概这张专辑是因此而生的，整个专辑概念大概就是这样子，对 ，That's right， 那我来问问看哦，专辑中印象深刻的歌，意象还是印象？意象。那我觉得大概印象深刻的歌大概就是《双城记》了吧。印象深刻的歌，好，那我就，当然这个讲过很多次，但没关系，还是可以再讲。OK， 简单说，我刚承上题，我想说每个历史背景不同的，从不同的历史背景去创造一个相对应时代的歌嘛。所以以台湾来说，228不可或缺。是个大故事。所以在初期开案的时候，我觉得有一首歌要是用228时代背景来描写然后所以那时候都还没有写词曲，在跟宇辰讨论编曲的时候，我说反正大概就是你想象那个，你去看《悲情城市》，好，就用那样的氛围，然后歌词再填进去，然后我们应该就是写一个这样有史观的一个作品，对，好。那至于切入点跟角度，我可能在作词的时候，我再好好来再琢磨一下，对。但是我有一个 idea 是，我们在最后一段的时候停拍，把《悲情城市》的这个配乐的主旋律改编用可能比较类似后摇滚的手法，把它把它致敬下去，然后有点画龙点睛这样，然后宇辰就编了《双城记》，是的，然后
但是后来在我写歌词之前，就是在我当金曲奖第30届金曲奖的评审的同时，我认识林夕老师，就有一些因缘际会之下，这首歌的词是由他来写，这样。那很遗憾的就是香港在去年发生了反送中嘛，结果林夕老师的出发点，他定调为双城记其实是反送中的本质跟228其实是非常雷同的，因为他的状态也跟我们一样啊，他脑袋也只有那件事情，对他摆脱不了，对，所以他定名为双城记嘛，就是228当时的台湾跟反送中当时的70年前到现在的2个城市的背景，跨了70年的时光，但是有一样本质的事情正在发生，有上演一样的事情。对，这算是我觉得应该印象算深刻的，在专辑里面。那如果说是印象深刻的歌呢？对大家来说，你们有没有觉得什么歌是你觉得，比如说专辑里面最喜欢的，或是说这首歌的诞生让你觉得印象深刻？我自己是觉得就是《百年追求》啊，百年追求，因为逻辑上它其实就是一开始想要贯穿这张专辑的一个主要的主题。对，所以其实当初在写的时候，而且本身的风格就是很我们的风格嘛。所以那时候在做的时候，我自己就觉得这首歌就是我们的样子，然后再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然后这件事情已经贯穿了我们整张专辑想说的。对，所以那时候在做这首歌的时候，我自己是觉得很爽，然后在录音的时候也觉得极度爽。那我觉得 MV 也是各种爽，各种爽，真的MVP 了这首。我自己是觉得，我自己也是蛮喜欢的。对，这首我觉得很满意。这首也是蛮爽的。对，柯光呢？我印象比较深刻应该是 California Dream 那一首。对，因为那首是从零在那边直接做出来。我那时候录音，对我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。对，因为我们要录音前，一般我们的经验都是我歌已经很熟了。对，已经有。至少你会知道编曲长怎样了。对，至少我知道节奏怎么打了。对，顶多就是一些过门要修。对。但是那一首是完全没有东西，完全没有画面。对，那我们就是边写边录嘛。对。然后我记得前一天的时候，我根本就对那首歌要录的前一天，我对那首歌完全没有熟悉啊，对，就是那个熟悉度很低啊。对，然后。那首歌有很多那种对点什么的，对，但是就是那时候制作人他真的带我，但那首歌就是他带我录完的，对，他带我录完上一课，对，他就来听一下这一边，来听一下这边，然后就一个段落一个段落，对，我那时候真的很劲，我甚至还写谱，好玩哦，对，但其实那首是有 demo 的，我跟你说那个 demo 它只有那个一半而已，对，他改蛮多的，它只有一个桥段而已啦，前奏跟间奏的和弦是那样子。对，因为那首歌 demo 原本是蛮日本的。对，没有错。可是 California Dream 其实我后来决定，其实旋律我有比较提早完成。只是在你们已经出发美国的时候，你们已经可能在飞机上或刚落地。然后我记得我演《再会吧北投》在国家剧院演最后一场。然后我不是演那个角色有弹吉他嘛？我在那个剧团 rehearsal 的时候，我在侧台，我就在那边弹吉他，弹那个前奏就一气呵成，我就把 California Dream 写完了。原来是这样，对，好屌。好，那我应该是双城记。因为那时候我们在阳明山唯一的收获就是这首。对，算是前期比较有东西的状态下，它是第一批的歌。对。然后，因为这首歌印象深刻，另外一点是，他后来其实有一段时间是，因为那时候词还写不出来。对。然后我们要去美国之前，原本这首编曲就不要了，就是不会放在这张专辑。也没有不要。但你那时候就先不要，就是不要有这个东西。因为我只是说，我们来先不考虑它啦，来讨论看看。
我还记得还是一样在同一个这个办公室，就在这里啊。然后我就在里面听一下，我在整理东西，然后杨大就说他先出去外面写个词或干嘛的，然后他突然弄到一半，他就突然冲进来说干不写了啦，然后他就进来就麦克风接着插着，然后就直接把曲全部编完，就是唱的旋律这样。对，然后我听一听说哇干好好听哦，就这样了吧。然后唱完了，唱完以后，因为讲这个比较特别，林夕老师职业作词人。如果你把词丢给我的话，你如果发给我作词的话，我没有办法这样子，没有办法像就我没有办法照你给我的旋律1:50的填在你的每一个字的音上面，谱的音符上面，对，也不会出现导音，对，然后而且不会出现导音，对，太超扯的。所谓导音就是说这个词汇走音的，它就失去原本意思，你会听不出来它原本唱的是什么，比如说垃圾。可是你唱成勒瑟，就可能会听成勒索，对，没谱，或者是没谱，OK，大概是这种。知道你在讲什么，你不可以得罪人。没有啊，这对啦，不一样了，以和为贵。我道歉，对不起，我帮你制作一首歌，不用钱，别，好不好？对了，大概是这样啦。对了，你刚刚刁没谱是不是？我没有刁啊。没有了，好了，不讨论这个。对，反正就是这就是强调到林夕老师的功力有多么深厚。所以那时候那个华纳版权就说林夕老师要填词，很需要确定的旋律，对，跟五线谱，因为他不是跟简谱，因为他是作词人，他不是作曲人。可是你知道我这个人不识谱，然后我连这个哆来咪发嗦我都没办法把这个唱音提供出来，所以那一天我把这首歌的曲写完以后，我就匆匆的就说郑宇成你赶快过出来，然后我隔天的那个在我北投演出，对，在剧团里面那个饰演蠢蠢的林宇轩，蠢，我就下午我就给他敲门，因为我们各自有演员休息室嘛，然后刚好在换衣服，别歪了哦。本节目由灭火器与 KKBOX 独家联名合作。KKBOX 说的唱的都好听，下载 KKBOX App， 免费收听数千档 Podcast， 给你最全面的听觉新体验。春，我记得我说春，我有一件代志要跟你拜托，请你给我斗3工啦。志宏没问题啊。志宏，你请讲，你讲啊，演屁啊，靠北啊！然后我就说没有啦，就是有这个合作，然后请你帮我裁谱，看他5分钟写完了，绝对音感的，绝对音感，他绝对音感，他听完一次就写完了，他一边听一边写，然后说我就这样可以吗？我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可不可以，因为我看不懂。你说可以就可以，对，然后我就寄给林夕老师，对，大概是这样。对，反正林夕老师很厉害，就是这样，真的很强了，很神呐。那其实我觉得那个过程是这样，什么叫假的啊？我觉得是因为那个曲啊，我自己觉得我一开始是用台语填的，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好像进不去，就是有一点怪怪的，然后我就觉得一直不满意嘛，可是后来其实干那真正的没时间呐，然后当初这个构想也是我讲的啊，而且郑宇成其实双城记编得很好啊，谢谢，没有不好啊，谢谢。所以在你们出发美国前，我会觉得说干跟登来救这里看嘛，所以我才会进来办公室说不管了，麦克风给我，我就直接唱一个旋律出来，看同不同嘛。对，那时候状况蛮好的，一鼓作气耶。一鼓作气，对啊，很快。好，对，就这样。双城记，下面一题，双城记够屌。对啊，录制过程中最深刻的事情有吗？每个人一定都有吧。上一集好像讲过。上一段节目，好，那我一样分享林夕。好啊，你先分享，我先想想。来，好不好？就其实我们录到 California Dream 唱完以后，其实没东西可以录了。对，只剩双城记一首。对，那边就卡住。只有双城记一首 vocal。所以我们前一天还去那个哪里？去那个，我们前一天在拍 California Dream 的 MV 啦。是啊。
你让多带记者，我们是不是去音乐季？对，我们去了音乐季看 Deftones， 然后对，然后那时候 California Dream 已经录完了，因为那天就是已经没有歌可以唱了，对，就在等林夕老师的词，对，然后我们就去了音乐季，然后又去逛了 shopping mall， 对，然后还去那个湖边喝酒。对，哇，那个湖站啊，那个真的很chill，很赞，紫色的天空。对，然后反正总而言之，那天回到 B&B， 隔天是最后一天在加州了。然后我就传简讯给林夕老师说，那时候林夕老师因为香港的事情，其实身体状况非常不好。他就是那一种，忧心忡忡啦，然后睡不好，吃不好，一边看着新闻一边流泪，然后也不好好吃饭，也不好好睡觉，所以身体非常微恙。那我当然不好意思催他啦，对，但是我就跟他说，那个老师，明天是我们最后一天在加州录音，我说如果真的来不及没关系。我们回台湾再唱，进录音室也可以。但是如果来得及的话，那我想在美国录掉会有一定的完整性以及合成。这样我说，但是老师最重要的还是身体这样子。真是个有礼貌的孩子。然后呢，他就说你放心，我已经有想法了。等台湾天亮的时候，歌词就好了。这句话好帅啊！干妈的超帅的。这就是承诺。好，老师谢谢。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身体。然后隔天我们进录音室就整理了所有档案。对吧？我们有补录一些东西，对，补录一些合音或什么的。然后整理一些他可能不满意的地方，做一些修改。然后我当然不免俗的，就是在沙发上睡着了。因为早上去打高尔夫球太累了。对，然后大概下午4点多5点，换算台湾时间，大概是早上6点。听息讲更。然后我就手上在握手机，因为我相信老师一定会传歌词来。我在蓝骨头上面睡着。然后突然震动，然后看到那个LINE的讯息是林夕。然后内容就是没有出来嘛。然后我就跳起来，我说歌词来了，歌词来了，开麦！就看到一个睡眼惺忪的人闯进录音室，我顺都没有顺，对，我顺都没有顺，直接进去我直接开麦，然后歌词就是，我记得就只是叫麦克开档案，对，然后你大概顺了一下音在哪里，你抓一下音准而已，就唱进去，那也不是音准而已，对，因为他就照我的 demo 一模一样，我是说你本身的音准，对，记得这首歌怎么唱这样而已，对，然后我就唱一遍，我觉得说，干，不愧是词神唱下去根本陈奕迅，对，然后我唱我就想说。看我在唱林夕的词，那我闭着眼睛，我一定要把自己想成陈奕迅的这种医生上身样，对，大概这个算是我印象很深刻的事。那时候录完的时候在那边听，就觉得很感动，的歌词真的厉害，真的很厉害，太厉害了，这歌词真的太灵犀了，对，超强的，而且那完全就是他当时想说的话，对，所以我就是。也是完全身心灵合一的状态。真的，谢谢老师，谢谢林夕老师。真的是，无名英雄这张专辑，我觉得《双城记》绝对是其中一个很大的，很大一部分的重量是落在这首歌了。对啊，对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好，那下一题咯。好。你关下班哦，你有没有真心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啊？有啦，很多人想听的呢。好啊，那我们继续啊。录制过程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，客观。没有是不是？好吧，不想讲别装了，我们下一题啦。发片当时深刻的事，来，客观。发片。现在回溯一下，不然我都想不起来。对啊。好啦，我跟你们讲，你来讲。发片是在哪里？讲一些脉络。其实，发片这种事情啊，说实在的，
可大可小。什么东西啊？OK，and then 你知道所谓可大可小是说发片你可以把它当一件大事 ，yes，你也可以把它当一件小事。好，比如说我举一件事情，比如说 High Standard 这个日本乐团，在2000年解散之后，他在2016年发了一张专辑，他有没有什么宣传？没有。他最屌的是直接他妈上架，对，直接上架。没有，他是先发那个单曲，对，他发单曲没错，对，那个单曲，可是他发单曲是发单曲，可是他没有说他要发专辑啊，对，他没有完全没讲，所以他发专辑的时候他怎么做？他会直接就是某一天中午，可能上班族在涩谷，好，突然休息时间这样，然后经过 Tower Record 发现很大的 banner 在墙上，然后里面竟然 High Standard 出新专辑，对，闪电复出，对，对我来说是说发片这种事，你当然可以提早酝酿，然后什么东西这样子，对，铺陈那个时候其实，我们在发片的前期，刚好是火球季。对，那时候超忙的，大家超忙。所以对我来说，我觉得重要的是火球季。然后这张专辑，我对他有信心，他真的很屌。那我们把火球季做好，然后让大家在火球季听到这些歌，然后你就顺顺的，该有的 MV 就出来，然后有一些相关的访问就排，那我会这样想，当然是一方面是其实实体 CD 的销售量不如以往，对，不如10年前，对，或也甚至不如5年前，对，所以我自己在看发片这件事情，可能团队会需要很多时间去酝酿，有一些特殊的行销或有一些东西的包装，可是，在去年发片的当时，其实我自己是排斥这些东西的。我会觉得说，没有，就是我们公司不是第一次发片了，该上架准时上，该做什么准时弄，相关的一些宣传的 SOP 就套，最重要是要让这张很屌的唱片准时出来，然后火球季要好，要尽善尽美，宾主尽欢，所以那个时候是我的想法是这样子，而且我会觉得说，发片，当然一个发片当下可以做的事情，可能大家对他想象不一样，可能可以提早准备很多，可是我会觉得说，现在这个时代，其实你距离发片一阵子以后，你有什么新的企划，你再回过头来去放进去，也都是可以嘛。但是真的唯一没算到就是发片过了2个月后，疫情就来了。是的，真的弯腰了。对，这个我是觉得比较遗憾的地方。对，伤啊。然后所以其实发片到2月，我们出来做无名英雄专辑巡回，我都觉得其实都还是很好，因为3场等于都是秒杀嘛。对，对。可是那个一演完以后，整个后续其实包括世界巡回，包括一些比如说日本一些很棒的，一些已经谈定的演出规划，对一些合作，都通通都就停了，某某了，对啊。但是我觉得发片当时深刻的是，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比在火球季唱新歌更感动的事，因为我觉得我们2019火球季的演出，真的蛮屌的，我自己真的就是回忆起来，我觉得那可能会是我们最好的现场之一。惹哭了西美武士，西美武士常哭啦，你看收袖哭，收袖哭，不是哭，这么厉害，哇，这么厉害，随身携带眼药水也不至于啦，对啦，对，但是其实就是真的，我觉得我觉得在火球季去把这张专辑很重要的一些东西呈现出来，我觉得就是对这张专辑最好的宣传。对啊，我想补充，因为我觉得发片为什么会感觉不太好，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啊。因为你在演出的时候，你就一直很担心
会不会有防疫破口什么哥的，就是我会觉得就是这种责任啊。对，在台上其实你会就有点惊的这样。你就想象一件事情嘛，那时候其实大家对于疫情都还没有很多的认知嘛。可你如果隔一周的新闻是什么？因为参加灭火器演唱会，形成防疫漏洞，有几人确诊，你就觉得干妈的你就完了，真的团都不用玩。就是你怎么会搞一种防疫漏洞出来？我现在想到又对，又惊掉了，对，对啊，而且很深刻是那时候表演台下1000多个人全部戴口罩，对，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景象，大家都满头啊辛苦了，真的去现场的真的辛苦，所以真的辛苦这些观众朋友，但是真的最辛苦的还是这些防疫人员了。他们才是无名英雄啊。然后发片当下其实有啦，拍几支 MV， 其实我真的觉得当时真的最辛苦的还是火器音乐的同仁啦，是因为你同时又处理火球机，我真的其实觉得大家一定都想把事情做好。就是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们是不是对发片的准备不够？但是我那时候一意孤行要在这个时间点发，因为我觉得不会不够，我觉得大家就是专心把火球机做好，发片的事情我们不是第一次发了，那自然说这张唱片它的水准到哪里，它自然会作品会带领我们到哪里，他会自己扩散出去。我真的是这样想的，因为我对他绝对的信心。是的，对，那所以当时发片我觉得拍《无名英雄》的 MV 的时候，我也很感动。因为我记得那一天是拍 MV 那天，是10月底。哦，对，哈，10月底，然后那时候真的很忙。真的超忙，11月是火球季嘛？哦，对，真的超忙的，对吧？那时候真的很忙，就是10月底我演完那个高雄卫武营的再会吧北投，最后一场，然后当天就搭夜车，回到台北，然后睡在巴士上面，起床就去中影拍 MV 了，然后隔天我去西美武士婚礼。OK， 有啊，那拍 MV 那天你好像。荨麻疹，对，荨麻疹，对啊，对，一边拍，然后中间不知道换谁拍的时候，我又开车去注虾嘛，去注射，对啊，去注虾这样子，我真的很惊。可是其实就是这样，然后拍 MV 的时候，纸风车就不计代价让最优秀的演员来支援我们，这样，所以我其实很喜欢吴明雄的这 MV， 我觉得很有态度，这样真的很帅，对。态度啦，但点阅率不高就是了。对啊，12月你在这边最后推一下歌，12月又到了，哎呦，对啊，我觉得12月我自己是超喜欢这首歌，我也是，转起来啊，分享起来啊。去年我觉得有2首歌，我自己认为应该会这样会中，一首是12月你。一首是郑宜农千千万万，因为去年底火气就发这2张嘛，对不对？给天王星跟无名英雄嘛，我想到这2首这种应该会中的歌，也没有说不中，就是大家还是蛮喜欢的，可是就是没有到街头巷尾这样，但是也没关系啊。没关系啊，他今年会中啊！会吗？有些事情就是这样，是这样吗？真的？当然。你是说，比如说什么那个？什么偶像剧拿去当插曲，突然大家就说：“这也太好听了吧！”等下有些歌本来就这样，当下还像伍佰一样，像伍佰一样，真的有些歌是这样。好啦，没关系啦，这个就是都缘分啦。反正歌写出来了，它对我来说就是作者已死的概念。好熟悉哦，好熟悉，对，作者已死的概念，他自己是一个生命体，他自己会去他应该去的地方。对，是的，对，我们就功德圆满了。好啦，这一集就无名英雄就到这边咯。那谢谢大家的收听，然后下一集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集，最后一发喽，好吗？就这一次有始有终 ，OK？ 拉 over， OK，see you next time， goodbye，拜拜。